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初9，诗篇103篇第60安尼讲：耶和华行公义，为着一切受冤屈的人伸冤。三甲来祈祷，行公义，为阮伸冤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逐时施乐拯救的救主，你的名是大，阁通敬畏的。你是有大权力的王，你意爱正直，建立公平，伫以色列施行正直公义。主啊，你伫锡安最大，伫万百氏中受尊重。我要时刻来到你的面前，学罗你的名至大。主啊，人用歹款待阮，用假冒陷害阮。阮的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救阮脱离对敌的手，甲困逼阮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，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拯救阮。主啊，阮倚靠你，求你互阮永远无见效。求你为阮所受的冤屈来伸冤，照你的公义拯救阮。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主每一天行伊的公义，为咱伸冤，互咱每一天靠主来得胜有存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